即个若伫7月4日会更加恐怖。来讲，台南市区呢，最近会使看到红林木啦、番薯花，还佫有即个可能啊伫开花。因为即阵啊，即个红林木的粉红色花蕊有够水，咱的乡亲拢真侪人收济去翕相。即马当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伫咧台南市有真侪所在会当看到红林木、番薯和可莲啊花。这个花开甲真暗佮水，让真侪民众来遮翕相打卡。开得很漂亮，带小孩来拍个照这样子。伫咧园区看到一位16岁就开始翕相的少年啊，伊早专业的相机翕真侪张真美丽的作品。粉红花风铃木嘛，对啊，漂亮，开得很高，很茂盛。对啊，上个礼拜就开始开了。最高社园区讲，这几天少数民众或者是规家伙仔来到园区佚佗行搭，嘛是真侪游客来遮翕红花红林木。伊个花期会到这礼拜，即马花开始有伫咧落，想要赏花民众就要把握时间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